尽管基金会统计2021年儿童交通事故造成21个囡仔死亡，甲2020年11个来比是加要1倍出来，大部分的原因拢是无使用囡仔的安全椅。 囡仔坐车时为了安全，多数家长拢会使用自动安全椅。2020年交通部修法，2岁以下的儿童强制使用安全性较悬的后向式安全椅。经济部嘛随推出规范，去年9月开始，国内厂商开始推出产品。之前是听朋友说，就说他的体重到了，或是1岁后就可以变成正向，对。然后今天听到就是说，希望2岁前都是反向还是比较安全。尽管基金会统计，2021年儿童事故当中，交通事故造成21个儿童死亡，加2010年的11个儿童相比平是翻倍成长。而且研究2021年的死亡案例，大部分是无使用安全椅等安全设备。而且当然，疫情当中，台湾的状况是因为。自驾的状况可能变成比较多，比较不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，为孩子准备一个后向式的安全座椅。哈，2岁以下，事实上现在按照法规必然要做。可是如果2岁以上，孩子的头骨的稳定度不是这么的高的时候，应该尽量也还是挑选后向式的安全座椅。做后向比前向的话，相差75%的伤害。尽管基金会表示，建议2岁以上嘛尽量使用后向式安全椅，虽然空间可能较矮，但是安全度加真悬，嘛特别提醒羽绒外套、风帽外套这个衫材质较骨，穿咧坐安全椅会降低安全性。建议坐安全椅之前要先脱掉，固定好势了后，再盖伫囡仔身躯顶，安全性较悬。记者郭不管张水台北报道。